说水阁好，国情解说2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文说字。好朋友，咱知影讲做戏人就讲做戏话，兄弟人就讲兄弟话。台湾满街路大细间的宫庙遮济，甲神明有牵连的俗语话，原来真济。头一句咱来讲迄当机神明要来降价的时阵，你着爱关，无关袂跳，关落去当机才会跳起来，吼！但是即句关了跳，咱应用伫咧世俗，就是表示讲加限动，互伊出手，互伊替咱出头。毋过咱知哦，咱知影讲当机毋是凊彩关凊彩跳，神明爱有影有来哦。毋则讲世间你若要限动人，当然这毋是教你做歹，这是表示讲俗语就有即款讲法。若要讲限动时，原来毋若干那一个当机安尼甲关落去，安尼无够啦，就爱吼。一个做当机，另外一个搁做倒头。即摆跳起来了，吼！当机所讲的，迄毋是汉奸人听有的言语啦。就爱边仔一个倒头，讲哦，你身体无好，人艰苦来问神明，哦，甲你出即个药啊，哦，爽啊呢，无简单啊，搁有分工。实在讲，当机咧讲啥咱听无，就倒头边仔伫咧赞声解说落去。毋则讲即句一个当机，一个倒头表示讲吼。这边伫咧发声，另外这边搁有无共款人伫咧赞声，安尼当然咱就性甲耳仔拍拍，咱就互人关甲跳起来啊！毋过咱嘛知影讲，真正就是身体有各样，也是讲对未来迷茫茫的时阵，才会去问神明，才会去请示。即阵神若有兴，咱去甲问讲伊甲咱指点迷津的时阵。咱原来会想讲吼，神明讲的到底有影无影？有当着为着要互信服。这俗语话咧讲吼，这先神行到什么程度咧？啥甲会食糕仔啦？咱知影讲拜摕糕仔来拜，即马吼拜好吼，金纸摕来金炉烧，翻头像知影讲糕仔互加一喙，安尼毋神明食的，啥甲会食糕仔？当然，应用伫咧民间世俗的情形，这就表示讲，这人咧讲、咧参、咧断有影准。马仔透风落雨，伊安尼发落，确实有影照伊讲的行。甚至讲，马年总统啥物人要调，人伊即阵就听我甲你断出来，安尼或者讲话，啥甲会食糕啊？毋过咱嘛知哦，咱嘛知影讲，正派的宫庙真济，毋过江湖术士咧变人的原来袂少，而且过去连雅堂咧写台湾通史的时阵，讲台湾民间有迄个红姨上后就是顺话尾，即马关落因目睭福起来咧讲我看到一个白头鬃的，你边仔去问代志的人，去养伊的人甲讲，若有挂目镜无？白头鬃若有挂目镜，迄我若讲哦，红姨就甲你顺话尾啊，讲有即个有挂目镜，这就是叫做红姨顺话尾。咱家己讲互对，毋则讲世间的变化满满是对神明来俗语话，听到啊真趣味。